後禮拜四是六四天安門事件37週年，華人民主學院協會佇咧中正紀念堂舉辦人權攝影展，是公開真濟六四事件珍貴的相片。6月7日，因也會佇咧自由廣場舉辦民主市仔甲暗會，向受難者來致意。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到當已經碼滿37冬，但是咧台灣攏會辦相關的紀念活動。29華人民主書院學會將六四參與者、民間團體等等共同舉辦記者會。協會表示，今年要以中共的下緊鎮壓做主題，辦37週年的暗會甲攝影展，希望讓民眾了解香港的國安法、新疆再教育營等等對人權尊嚴的迫害。過去很多台灣人認為說這是中國人的事，不干台灣人的事。其實呢，64到現在還在進行。當他推翻了鎮壓了中國的民主運動，以及呢消滅了香港的公民社會之後，這個下一個呢虎視眈眈的他的對象就是我們台灣。通過自由廣場的主管晚會一方面是我剛才說的彰顯台灣的民主價值，另一方面也會讓國際社會更多的看到台灣。主辦單位指出，今年的人權攝影展會辦在中正紀念堂，會展出真濟頭一屆公開的六四事件的相片，非常珍貴。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自由的雜訊。為什麼是雜訊呢？因為中共政府為了鞏固了自己的政權，使用是新聞干預，把一些社會議題都不重視，然後他使用一個馬賽克的方法，極其粗糙。他就是用把六四的議題、維權的議題，以及香港對於普選民主的追求都馬賽克掉。民團表示，中國的維權勢力正在向全球擴張，台灣嘛咧威脅的第一線。今年的六四，希望透過攝影展甲哀悼的暗會，來串聯記憶甲行動，呼籲社會重視下緊鎮壓對民主甲自由的衝擊。記者顧玉麒、林秀凱台北報道。